多人先生，哎，哦，你倒来这粒球，哎，哦，我可以飞呢，飞天走地，哦，去吧，哎，去吧，去啦，飞起！哦，来，正边可过。来，你来，哎哦，停了，哦，停了，嚯！哎呦喂啊！太足够水啦！哦，这你的新的佚佗物啊呢？我新的佚佗物啊，这足好耍的，足趣味呢。啊，甲今仔日的导览有关系哦。有关系。你知影这是啥？这是回零机。回零机一般来讲是空拍机。哦，空中翕相机啦。空中的翕相机。但是你这只无翕相的功能啊。无翕相的功能。你这只无嘛？因为这是互囡仔佚佗物啊。佚佗物啊，学的东西啦。对。对啊，但是一般来讲吼。这空拍机吼是有专业的摄影师咧翕的，对啊。啊，今仔的主题就是甲这有关系，因为空中翕相机。对，因为咱要去飞悬看台湾。哦，这水着。真水吼！今仔日哦，这集哦，你若是有看到，你就是赚到啊啦。哎呀，看到赚得到。是啊，换一个角度看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吼。今仔日免开机票的钱，就会当互你为北看到南，嘿，拢免钱哦。台湾北部看到台湾南部，看透透。做伙来看。今仔日有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要来做伙，西台湾看台湾。到底是啥？是一个台语真好的人，每一个拢真好啦，跟我比起来啦。就咱来欢迎台湾妹啊！哎呦，哦，台南妹啊，台南妹啊，你好，我是台湾妹啊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平常是到伫咧台语台主持？进前有，无事坐巴士，阮是外景节目，赞哦，就是坐巴士四界去佚佗安尼。是，啊，你敢会晓算这？阮大概做外景的阵，拢一定会有一个摄影师咧翕，就是翕这空中翕相。但是你我唔敢用，我甲你讲啥做？一定要足贵呢。真正的。是啊。迄若下拍，今日赚的拢了去啊。啊，你外景行透透，你是毋是有坐飞轮机看台湾过？坐飞轮机就是阮出国的时阵啊，大家出国佚佗应该拢迄落要起行的阵安尼看到尔。啊，你这敢是空中翕相机啊？你这只？啊，这只唔是，这敢有成？那感觉这成有啊！雕工画。哦，就咱的节目雕工画，这个啦。哇，足感动嘞！足搞工真来去空中看台湾。是，咱今仔日两位导览先生哦，足少年呢，足少年，但是故事真多。哦。好，来欢迎咱的导览先生，有请当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日导览先生上介水的当天。我今仔日一定是上介水的，为什么？我今日为恁选的两位拢无到30岁，小鲜肉，特别劲的哈。先来介绍头一位，咱上介好带摄影师阿卢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卢。人咧讲英雄出少年，咱这阿卢吼。拢走去一个奇奇怪怪的所在，去个废墟哦。啊，了来讲什么性命安全来改去做这个无人机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吼？来等下来听你咧讲你的故事。我今摆要介绍咱第二位，欢迎啊！大家好。两位其实是吼共公司的啊。
马吉的迄 partner 啊，两个拢足特别的 partner。啊，我讲特别，你若是头拄讲这吼，走去废墟对无？阿如，去废墟足奇怪，哼，无，这个愈奇怪，他去啥路顶啊？路顶。走去路顶，路顶有啥物通好翕？我想拢无啊。即马咱就是你来坐，听恁讲故事，好，老师请坐。哎呦，真漂亮！就顾某小鲜肉，我两个笑到，哎呀，嗨嗨，这少年哦，你来处理。你偌悬啦哈87， ？87，你87莫假，我87，你嘛87。头毛较悬啊。头毛87啦，8。啊，你几岁啊？我28岁。啊你咧？我嘛28岁呢。哇！啊你咧？我29岁。做加工，做加工。你是阮姐姐吗？所以拄则讲你翕到有性命危险是啥货啊？哦，因为我的这个体质吼较敏感嘛，嘿，啊，我拢会定定咧走一寡较特别的所在，像迄个废墟啊，嘿，啊，所以讲我就会看到一寡较无清气的所在，嘿，你真正会看到？有啊，后壁，真的没看到？嘿，不会遮大呢，唔好啊！所以你是翕到看会到，嘿，是讲真的吗？是真的啦，是真的。哇！啊，你袂惊？那会爱直翕废墟这种所在呢？因为这题材较特别，啊，我较早拢较介意翕一寡无人去的所在。啊，大概甲即个相片去放到网络，就足侪人会讨论的。啊，我就感觉讲哇，足有成就感的。嘿。啊，你无愈翕身体愈歹。因为行啦，有用啊，即摆有咧练啊啦，有咧练啊，有用啊，即摆有用啊。对，系啊。啊边啊，只位你拢翕路顶哦。嘿，就是翕路顶的对。翕路顶要创啊？因为你知影，其实路顶吼，一顶悬拢有一个编号，唔知你敢有看过？路顶有编号是有人要寄批互伊啊？无人要叫路顶有编号是啥物啊？是迄主机哦。嘿，一定像迄主机啊，像咱人哦有身份证嘛，对无？其实吼，咱路顶也是歹去的时阵，你会当按照迄个编号啦，你会当甲政府讲啊，这个路顶歹去啊。通报就对啦。当通报安尼较你倒一支哦，0087安尼。哎，0087安尼，对，就是安尼。社会正义热情，足无聊。你有时啊，无代无志要去路顶。无啦，伊个工课。啊，路顶歹生活困难啊。所以到尾啊，你即摆就是拢暗时出去陪迄个空中翕相机。嘿，无错，因为暗时啊，其实竞争较少啦。嘿，啊像阿路啊，拢陪迄个历史啊，对无？竞争较济啊，较无好谈。哎呀，真正较无好谈。暗时啊较好谈，因为暗时啊吼，其实你要有公司啊登记嘛，啊再来就是迄个，你嘛有技术，因为暗时啊电火，所以技术较歹。嘿，技术会较歹。开始要整啊！你是嘛真水啦，嘿啦，等下当看卖啊。无啥物好整的啦，拢故事就济。对，安尼想要先来。哇，当然是阿如，嘿，当然是咱阿如哦。来，有请阿如。耶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田视觉导演，我叫阿如啦。啊，今仔日咧要带大家用这个无人机咧来环岛哦，来带大家来看这个上水的历史的宝岛，好，咱来看第一个影片吼。第一个影片呢，这是太平云梯。太平。嘿，这是嘉义梅山梅山的这个太平云梯吼，啊，咱会使看到伊吼，其实每一年拢有这个大雾啦，嘛有这个云海。云海，对，你若人呢，你若行伫咧这个吊桥内底咧，你其实是迷路哦，你拢看袂到头前的人哦。你是讲伊迄个云会甲迄个甲这个吊桥砍掉，啊看无。你其实行伫咧内底，你是看无的。嘿，遮雾哦，遮雾哦，就是遮雾，嘿，对。啊，这嘛你翕的？
这拢我翕的，嘿，这是我翕的。啊，你哪有法度飞到遮悬？你拄则飞咧云顶悬啊呢？嘿，因为这吼其实伊有一寡困难啊。嘿，你是吼，咱咧翕的时阵，其实讲伊雾足大的对无？对啊。咱其实是要两个人去来飞这个无人机，一个人咧来看画面，一个人咧来看无人机。吼，安尼才会到确保伊的安全呐，佮伊的路线才会顺。嘿，对。因为有当时啊吼，你安尼飞啊，啊你看迄 monitor 有无？你飞，安那无伊弄着树啊。对啊，歹去。对啊。我旧年去爬玉山，玉山咱的空拍师就风伤大，就飞走啊，飞行机就拜拜。袂受控制，爱就家己飞去。咱爱控制就好，啊无真正会飞到胖镜，还是飞到去弄树啊，拢有可能。嘿，啊这嘛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啦，因为咱去这个作品呢，其实是要为透早去到天暗嘛，啊一大拢带几啊礼拜，所以讲呢，其实咱嘛足感谢这个太平云的阿姨甲阿伯拢甲咱足照顾的，咱大家转去拢是大卡细卡找炸迄个鸡卵糕啊，还是茶米茶。嘿，啊，今仔日咧，我嘛有特别准备哦，一定开心就会当食物件哦。袂歹，听到重点。少年懵，少年哥会晓做啦。对，拢有通食。你看这有大班无？哎有无啦？今麦就当食。今麦就是要食。哎，伊这竹筒饭搁古水哦。我摕这。啊，这嘛是太平遐物件哦。这是云，太平的太平云糕。太平云。云糕。伊这个口感呢，软绵绵呐，嘿，啊食咧就敢若是食着云共款哦，嘿。这敢若夕阳共款呢？敢若夕阳吼。系啊，日头要落山的时阵。伊这有一个主题，就是讲你会使食着这个四季的口感。你食看卖。四季的口感。对，嘿。对啊，个有富贵。嘿。敢有富贵？有啊。有你头我讲有富贵，你讲。春夏秋冬的感觉。清芳安尼。是。啊，搁有冬天的滋味。原来有爱你。继续，咱较多下咧是看这个嘉义的梅山嘛，对吧？咱后一抓要来看这个台中合欢山。多谢呢。白色的合欢山，敢有看过？白色的，敢若慢呢？敢若慢吼。新闻顶管有看过。我较早是无看过。对，因为这个合欢山较早是会落雪，对。啊，毋过咧，即马是较少啊。对。啊，这个其实伊落雪时阵，拢是伫咧春节。春节较会晓落雪。啊，咱呢，就是咧春节时阵去翕的。所以讲，其实嘛甲大家讲哦，若是大家要来翕这个雪，吼，其实半暝仔出发会较好哦。因为半暝仔较袂塞车。啊，还有一个小的美感，就是讲，恁若是要上山，是不是安全？要装迄个铁链啊？铁链啊！你若伫咧山顶买咧，会较贵，是山骹的2倍哦。所以伫咧山骹买就好啊。对。甲你买敢有较少？我甲我买8折。8折。这嘛有赚安尼吼。嘿，啊，搁有一个美感，就是讲，咱飞这个无人机啊，哦，伫咧山顶是会寒对无？对。啊，无人机的这个电池嘛会寒，所以咱拢爱带迄个暖包。伊才袂讲电量这个电量无够。对。好，咱看了这个白色的山咧，刷来咱要看的是乌色的山。乌色的，来大家摇看卖，这是倒位？啊，这个改善呢，就会互伊的这个湖咧，真水，变成粉红色，是足梦幻的。所以这毋是污染，这毋是有氧化，毋是。所以这是阮中华岛，我哪都毋知啊。这是芳苑，咱过来看一下秘密景点哦。哇，这真水着。这做成个国外呢。这就是，这就是伊的秘境，这是秘境。大家去台东拢会去这个三仙台对吧？对啊，三仙台。不过这嘛有一个秘密的这个所在，就是伊的后壁。换一个角度是无同的世界。对。再来，咱要看的是乌色的山。好，来看一下后一个作品。
乌色的，来大家摇看麦，这是倒位？啊，这是会吗？火焰这是山，火烧，不是火焰山，大家这嘛是合欢山哦。拄只迄个合欢山，拄只迄个合欢山，是毋是较多这个白色的真水对无？但是乌色的听讲吼是有人乌白烧粪扫啦，还是粉屎啦、粉头乌白蛋，抓烧去，抓烧去。啊，咱迄当阵要去遐来背一寡作品，啊，毋过有迄个火烧嘛，咱就无法度继续啊。啊，这嘛是要甲大家讲一个故事啦，就是讲咱去这个山顶吼，莫乌白乱破坏环境，莫互台湾的变成乌色的吼。嘿，过来咱来看后一个作品，再来咱来看七彩的风景哦，来看一个。哇哦，这是倒位的海边啊？这应该是东海花哦。东海花，东边敢是因为水足深的，这北边其实吼，牛林海啊，大家拢会想到台湾有这个龟山岛，龟山岛。啊，这个其实是兰屿哦。哦，是兰屿嘛有牛林海哦。啊，这个就是咱甲这个，因为阮会带迄个阿公阿嬷团嘛去翕相。嘿，啊，这若是你无用这个无人机，你是看袂到遮水的风景的。迄当阵咱就是离开这个市区，啊到遮来欣赏这个风景。啊，那杯心情足轻松的。嘿。那拢无人报讲即个正确的所在咧对。哦，这个正确的所在其实咱会小可来保密啦，因为讲吼，咱其实对这个大自然爱这个大自然爱保护啦。嘿，其实地点咱拢袂讲甲伤清，这就是伊的秘境。这是秘境。嘿，啊，若是想要看到的，会使甲我报名，阮带你去。爱入钱才会使看到啦。嘿啦，我来炸团吼，嘿，了解啦。咱搁来看，较多咱看到的是七彩对无？这是白色甲蓝色，对无？对。再来，咱要来看这个粉红色的。阿如啊，我看因你要喙大，喙大，对，我看因听你讲故事听到啊是，你敢知影做？心情哦，哇，感觉足华丽哦，哪看风景？哦，这高山的呢？这较多跑的呢？哦，这高山贵。嘿，这是我甲阿姨学的啦。嘿，对。嘿，好。啊，这呢，这就是中华，足有名的啦。这个粉红色的，这在地居民吼，因会用这个益生菌啦，还是这个有机质啊，佮有这个草鸡卵吼，以做土甲水的改善。啊，这个改善呢，就会互伊的这个湖咧吼，真水变成粉红色的，是足梦幻的。哦，这个湖变粉红色，嘿，所以这不是污染。这不是有氧化，唔是，这是算是一种肥料啦。算一种肥料，伊就会自然的变色，自然的啦，系自然的，对。啊，毋过遮咧，其实吼是这个私人的土地啦，咱们是甲私人的，甲大家讲，若是要去完美照啊，吼，上好就莫乌白破坏环境，咱互遮在地居民有一个好的环境，吼。好，咱来看了后咧，所以这是阮中华岛，我哪都唔知啊。这是芳苑哦，红丸，嘿。哦，海牛迄个红丸啦，要饲海牛嘛，这你唔知对？这我唔知，无要紧。这不是个专业啦，你妈你有白讲课外课要真心啦。红丸，粉红鹅，红丸，敢那迄地尔，敢是？其实规地拢是规片，而且色彩无共，拢无共。哦，无共色的。对，无共色的。好，啊，再来带大家来看这个秘密景点哦。大家应该拢知影这倒位啦。这倒位。这台东嘛。大家去台东拢会去这个三仙台对不？对啊，三仙台。不过遮嘛有一个秘密的这个所在，就是伊的后壁。好，咱来看后一张。因为咱呢，其实到遐呢，拢会用这个无人机来看这个风景是偌水。我就发现讲，其实这个桥的后壁面佫有一个真水的这个风景，啊，大家会使来遮散步，吼。啊，遮佫有一个白色的灯塔，吼，咱会使较放大特写一下。哦，迄是灯塔，我当作够长呢。哦，这是灯塔。哦，灯塔。听讲这是日本时代所建的，嘛是台湾上东边吼，所有的这个灯塔。对，啊，毋过即马就无人咧管啦。所以恁拢捌去过三仙台？
三仙台去的阵通常拢做热的嘛，拢做热的袂想要行去到对面。你干嘛迄叫？你到中午差不多当回去啊。对，你敢捌去过？啊，我感觉我印象有去过，有去过嘿，但是你对这个灯塔有印象无？完全无。完全，真的完全唔知有这个灯塔。所以大家拢知影三仙台这个景点，对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是无共的世界。伊咧后壁后面，佫是一个新的世界。哦，对，嘛是大家若是要来散步嘛会使。是因为伊有无人无人机啦，因为我无理机啦，我唔免爬啦，我就直接飞入去就好啊。对，嘿，好，咱佫来看一下秘密景点吼。哇，这水着。这做成个国外呢。不，这应该是平湖对无？无唔对，这就是平湖迄啥物玄武岩？玄武岩。对。无唔对，这就是玄武岩。当初咧，咱要翕这个玄武岩，咱就骑一个大条的路，啊，骑来，我就发现讲，倒手边哪有一个芳，细啊芳，一条细路啦，啊，我就发挥这个废墟的精神有无？我就免转去，啊，结果咧，这个一路啊，拢是蠓仔啦、树枝啦，啊，佮有一寡这个石头路，差不多空，安尼5分钟了，啊，我就到遮。哇！啊，这是真水啦，因为讲遮拢是这个玄武岩，啊，中午呢，后来我来听讲吼，是有人要开采，啊，采到一半就无采啊，所以好加载，好加载，所以讲遮其实嘛无啥人会知影。对，遮就变做是一个秘密的景点，嘿。但是你即摆你若搁去，你敢搁找会到？其实秘密的所在。其实咱都会用这个地标啊 ，Google Map，咱都会标咧。对。家己做登记啊，会登记啦，对。安即摆科技会家己当个标。对。好，安尼我历史的这个风景我就介绍了啊。啊，若大家呢要翕广告，还是学空拍，会使找阿鲁。你看大家搞广告，收钱啊！卖水博弈啦。哎呦，少年古水啊，嘿。啊，你台湾翕透透啊，对无？对。你有一个所在是家己上爱，感觉上水啊。敢袂当讲出来？敢会使讲出来，其实就是台中啦，因为我就是台中人啊。啊，台中人啊，台中其实有真侪风景吼。你若是无，你若是用心咧看，其实你就会发现讲，四界拢是真水的所在。啊，伊是我的故乡嘛，所以讲。其实是我上爱所在啊。你有私心啦，台中的我私心啦。台中的倒位？台中这么大啊？西屯区西屯，真水，伊是起市的这个夜景真水啦。是真贵啊，真水。足贵个足水的。你感觉遐是全台湾你感觉上水的所在？上水的所在。因为恁女朋友住咧遐嘛。完美。我上水，我空拍机甲录的啦，知影生存啦。知啦，放闪。感谢阿鲁，谢谢。哎，交棒哦，交棒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博弈啦。咱头拄仔看过台湾的历史啊，敢是足水的无？水水吼。咱即摆来看暗时啊的台湾，是毋是搁较水？哎呦，哦，咱来行了。你看暗时，你看规身躯拢穿乌的。这翕起来才水着。这是暗时啊的萨库拉哦。当天让我接4D的享受。来，加料。哇！咱等下要来有奖征答。我上正平。有别个答案无？这就是哟，来，大哥哥，你一定就想要爱我。你做歌手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博弈啦。
咱头拄仔看过台湾的日时啊，敢是足水的无？水，哦，水吼。咱即摆来看暗时啊的台湾，是毋是搁较水？哎呦，哦，咱来行了。你看暗时，你看规身躯拢穿乌的。我今仔哦穿着三个，我感觉伫台湾看烟火上水的所在。哦，咱等下要来有奖征答，我今有炸啥物物件出来？啥物？有礼物是钱吗？啦，什么节目无？哎呦，哦什么？这是咱的明信片。哦，水哦。这种是特殊的视角，赞外口是买袂到啊，还有的。别项无？有后壁我的电话，我是看啊，这翕到这水着，应该有几啊张。哎，我想要规个拢有几套的。你加油，你一定哎，要去打。我一定抢到，你莫给我抢。安尼我就来有奖征答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问来，来，咱对一个是上界困难、上歹翕的所在。上歹翕的，这上歹翕的哦。你是讲这三张哦？嘿，这三张内底。我等。哎，所以讲，来什么有？上正边迄张，哈，啥呢？伊上看，上看。你迄个角度上歹歹调。上无我感觉毋是，因为上角度上大是背较悬的，专业有啊啦你。背后壁无去，伊个信号无去。你有距离的问题。想要投我一票无？对呢。我是感觉是这张，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哎，我感觉因为迄人遮济，手机的信号毋知敢会干扰到。专业的，专业。有一年，阮咧看呢，然后讲啊，他5432了，伊规个迄啊，空中翕相机的做伙飞起来，我讲5432，无半只，拢点，因为现场真正是无信号。会哦，信号，因为现场伊无测过讲现场大家手机啊，几啊10万机伫遐时阵，伊是会干扰。真正。真的。嘿，就尴尬啊。哎呀，刚才有主持，嘿啊，多谢会使出来唱歌，等足久。咱有别个答案无？毋是听人讲嘿啊，101。我嘛感觉是101，是安那？干嘛是101对无？是安那？因为这个角度，这就是跨年5432的时阵嘛。哎呦，5432。啊，你那是有关系，你哪会当飞去这个角度翕啦？哦，你这又个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有关系哦，有关系就无关系对啊。啊，无关系就免翕。其实我来公布答案好不？来，就是101啦。来，多谢，浩志哥，你一定就想要爱我。我送好你。我要自己要，你哪啊？你做保守啊？你也要前后。你一个接袂到你。就厉害。啊，咱来先看一下影片好不？来，咱影片请啊。安怎讲？这个上歹。上歹翕。这个其实是上歹翕的，来咱有讲到，伊其实是上界悬的所在啦。因为伊咧悬的时阵吼，咱风就透的时阵，敢是就无好去操控嘛，所以技术爱够好。啊，第二个是安那，朋友讲到迄个手机啊嘛，信号真侪，会干扰，互相干扰，所以这嘛是无好翕的所在啦。啊，第三个吼，有够歹停车的，哎，四界拢是人，所以加在我有迄个空拍机啊，会当飞起来，会当直接去安尼翕啊。所以咱刚有这个角度会当看，所以这是上界歹翕的所在。哎，好，啊咱而且吼，你要翕这吼，你讲伊风安尼吹，你爱知哦。嘿啊，无你翕起来，敢若迄107岁安尼。对，太平个火烧的，嘿，敢若火烧。太平的感觉。规支拢烟啦。啊，咱来准备来看后一个烟火了哦。啊，咱这个烟火呢，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应该拢有过情人节啦吼。
我是无啦，我也小心啦。我嘛搁咧等呢。哦，来，哦，卖艰苦，卖艰苦吼。我是伊带头的，结果伊甲我头一个先送啊。好啦，这后壁有电话啦。孤单的时阵敲电话给我吼。你的电话啊，哎呀，爱卡。你够礼貌。好啦，咱来看一下影片的吼。咱感觉这个空102差几多？敢较无共。伊这是换的，伊这是换对的。无？对。伊其实吼，伊这个下面啊有迄个反射。咱咧看烟火的时阵，其实更加搁较水的。哦。搁后壁迄个，都市，对，有迄个水影。后壁搁是迄个都市的电火吼，所以你看起来有一种迄个三重享受，你三个景拢看会到。哦。三重的，三重这是倒位啊？这是伫个大稻城，大稻城烟火，对。好，这个是咱迄个台南的圣母庙，圣母庙，咱来摇看卖啊，这有几百档的历史啊，几百档，大家摇看卖啊，200较悬的。几百档，台南的，这我袂当闹开，台南哦，400。哎呦，厉害！就是400档啦。更强400档，今年400空一档，400空一档啊，对。伊其实哦，400档的这个历史啊吼，所以伊其实嘛有一个称号是东南亚上大间的圣母庙。哦，所以呢，每一档就侪人的，拢就侪人的，我咧看，其实拢是人客人的。对啊。其实这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伊像迄个咱讲迄个台版的紫禁城啊，所以是环绕式的烟火。然后你伫下骹咧看的时阵吼，你就看到哇，规个是迄个360度环境的迄个烟火的感受啊。对对。烟火敢会烧到你的无灵机？科技术，这就是暗时啊较困难的所在。所以你想哦，你爱想咩烟火敢是？爱小可想一下，其实吼，我的技术。就是差不多会知影伊伫倒啦，所以有当时袂当。伊做个好啊，等你投票投我偷偷咧整。这个烟火是当时有这个烟火。伊每一年伫迄个元宵的时阵，拢有这个烟火啦。对。我感觉其实大家会当去参加看看，因为我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表演啦。对。哇，有这个，这个烟火我冇看过。是哦。而且这个角度看有迄个顺风耳加千里眼的，这大声的。是。好，咱来后一个咯。刷来，咱来准备来看sakura，来。sakura，当天让我一个4D 的享受。来，心动白，我先看看。加料。哇，这龙盘4D啦，哇，4D啦。哦，这翕起来才水着。这是什么角度？哦，这是暗时啊的sakura哦。有拍灯啦。有拍灯。其实吼，日时啊的sakura大家拢较定我咧看到嘛，较稀奇的就是暗时啊的这个sakura，因为吼，伊只爱特别你去爱订房哦，订无房间是无人好看的哦。像去年的11月的时阵哦，伊差不多2秒。爱订房？哈？倒位爱订房？伊订伫咧迄个叫啥？迄个。哎呦，这敢若唔是你翕的哦。有啦，是我了大。你当初迄个当初掉哦。你这安尼袂使哦。我接到。你其实是棒球的手机。哎，就是保守嘛。安那看你拢插袂着。向袂记哩啦，我等下就收起来啊。咱来刷落来哦。哎呦，这是小王船啊！小王船，东这怎么看？这是东港的小王船哦。其实吼，我迄个时阵哦，咧翕的时阵，为下早7点，你讲迄个过暝几点？你要看卖啊？过暝哦。过暝，3点。 3点，4点。 6点，对，迄个5点。
因为5点的时阵较放炮，5点的时阵伊放炮的时阵伊较开始咧烧啦。嘿，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吼，其实在地东港人拢无看过因咧烧王船的。你知影是为虾米无？观光客太济咧。观光客太济。因家己人钱袂入去，因让互观光客。是啊，大家有遮好心哦。应该就是安尼啊。因为自细汉看到大汉，观光客一世人看一摆。所以我来你请，你来观光，你先安尼。有礼貌的，搞礼数。你安那分别讲我是观光，伊是观光，对无？你在地啊，大家做伙生活，你敢唔知做咩啊？其实吼，这跟阿鲁有一点仔关系啦。其实吼，你的影响有遮悬的对啊。其实吼，透早的时阵吼，咧王船会去迄个路顶，大家小巷内底去弄来弄去。这时阵伊咧创啥物？伊咧收集晦气。甲无好的物件拢吸。甲歹物仔炸走。对啦。所以伊送去海边的时阵，要甲烧掉，伊就要甲即个歹物啊甲烧掉。所以因遐个在地人吼，伊也看到放炮的时阵，就知影要放火啊嘛。放火伊就走啊，伊无咧看。伊对伊来讲，迄就是一个疫区。所以就无爱看，观光客拢爱去看，就是对，拢就是唔是是看拢是会戏诶。你即摆咧笑阮看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安尼我生气啊！来，3你来。两卡伊嘛接袂着啊，无伊的话，无伊的话，这就无。这就奇怪了，PK 接袂啊，才艺表演。所以就是在地伊咧烧的时阵放炮了，大家就拢闪避。就闪避啊，对。这影片看着袂安怎啦，我吸收去啊，这是安全的，好。简介是已经。看开啊！好，咱来刷来，咱来看咱暗时啊的山景咯。哎呦！哇！其实哦，台湾的山景是真正足水的。暗时啊，有一个所在，我感觉是上界特别的。对于我来讲嘛是上界特别，因为我阿公拢住伫咧高雄啊。所以我自细汉都看高雄啊，所以我对伊的印象就是，伊介水，过一直到我前几档吧，真正用迄个无人机咧看的时阵，才发现，哇，这真正是足水的所在。咱所以即马咱来摇看卖啊，对一个是咱的高雄啊。这三个拢是高雄啊。这三个摇看卖啊我感觉上倒边。上倒边哦。我印象中的高雄是小可山城迄种感觉，感觉色有啊，你看伊安尼，小可感觉色。其他遮我就感觉，我感觉应该是上倒边一张。确定敢若有一张？我是感觉上正边一张啦。上正边。这不是木栅吗？木栅。咁对。我要上正边一张。中这个咧。安尼我对你。我对你，因为我看到迄敢是高仔丁啦，敢是高仔丁。对，迄张上正面迄张开始高分啊。你看到安尼看吧。来。好，来，其实吼，这张就是咱的高分啊吼，这张是妈祖。咱离岛的所在啦，妈祖的所在。其实这张嘛是咱带迄个阿公阿嬷团啊，出去翕相的时阵我发现的。再来哦，这张是迄个台中迄个梨山啊，梨山吼。其实吼，台湾每一个所在，你也是用心去看的时阵，你拢会感觉伊其实足美丽。只要你有心，你拢看会到水的风景。以上呢就是我的导览，来多谢大家。想袂到暗时啊会遮水呢，我想讲暗时啊应该就去无啥有物件。阮这两个小鲜肉，袂看，袂歹透早嘛好看，是嘛是啊。我问恁一个问题，恁陪几年啊？陪几冬啊？
哦，我陪自迄个2020到即嘛哦。 5档啊你赶快，我5档，陪歹几只，陪有弄过一摆啦，弄一摆，一摆尔，一摆俩做厉害就一摆尔，啊胖见几啊摆，啊咱就去开车去找迄个无人机，啊你咧胖见是安怎胖见？我就陪伤远啊啦，信号登去啊，啊就爱开车去找啦。哦，陪伤，啊若飞伤，伊袂家己冲向落落去哦，啊电量若是无，伊就会家己落落去。落落去。啊若有电，伊就卡伫对，天顶就卡伫天顶安尼。射底下。嘿。弄歹一只，啊无胖见几啊只啊你？我无胖见过。无啦，伊迄哦，若要陪胖见时，手就用厉害啦，是安尼的，手就来。有啦，这其实有原因的啦，因为暗时啊飞的时阵，其实抓较保守的。其实边啊一定会对一个人啊，所以伊嘛对足侪人，伊嘛对对，伊嘛对人可能袂甲通知呢，安尼讲其实嘛，无法度分一个关键真正嘞。啊，头拄啊吼，咱这个吼，博弈也有讲啊，咱台湾的这个世界吼，爱用心嘛。啊，其实因今日伊这两个少年人嘛，就有心的啦，就有心的想要摕到恁的投票权啦，嘿啦，想要摕到阮这票就对啦。对啦，所以今日有传一寡心意，小心意啦。什么心意？小心意啊，什么心意？行，咱来看卖者。来去。啊，来炸便当呢，便当3拼呢，500块呢。你只要买500，这个咖啡吼爱泡12点钟。是你跑的？我跑的啊，因为我早是做咖比赛。哎，拢投好买一届就甲规个拢开票，还是要投开？一届啦，一届开哦，算一摆啦哦。好，来，咱一届甲开咧，来，进，咱炸开票。所以今日有传一寡心意，小心意啦。什么心意？小心意啊，什么心意？行，咱来看卖者。来去，耶，来去。哇，有物件通食。啊，来炸便当呢。这有原因的哦。因为阮这做单位放饭啊，你摕便当，你炸物件。不好听对便当3拼呢，500块呢。哈？不是产品的问题是3个尔，咱有6个人嘞。无啦，咱今仔日 PK 吼，选3个便当，还是要选3个咖啡啦？直接算哦。这个时间吼，差不多爱食便当啦。无啦，这个时阵应该要食这个下午茶吧。伊准备咖啡呢。嘿啊，哦，迄个讲诶，要教阮咧讲，敢是下你的叫口味人食。便当，因为我想无。因为咱较早吼，较无钱，咱甲会我啥物代志？无咱这摆嘛定定无钱啊。咱是想讲炸这个喜悦互恁啦。喜悦啥物喜悦？ 500块的便当的喜悦。对。因为我早50块呢，较早50块。伊咧分享讲较早无钱，即摆有趁着钱啊，较摇摆啊。无啦，分享啦，小可心意啊，希望讲你食落了吼，你的投票权会当会当好。啊，注意一票就对了。嘿啦，你赶紧乌西啦。这个咖啡吼，爱泡12点钟。那有可下能。暗哦，就开始咧传啊，因为我惊阿鲁搞啉去。是你跑的？你跑的？我跑的啊，因为我早是做咖比赛。家己泡的咖啡，哎，这是冰的哦。对，这叫冰酿咖啡。冰滴的。应该讲是冰酿的，冰滴是用冰块。我那是你啉看。感谢。你看卖。哦，哎来啊，会票来啊！啉呢？真正这冰酿吼，是迄种入去了足顺的，伊袂迄种哇足苦，还是讲足酸的、足顺的，真正。我不同时也无咧啉咖啡的啦。 12点钟会较贵哦。无钱。时间就贵。我用心。袂歹。啊，这嘛你家己做的。对，这叫柠檬塔啦。这你家己做的认真？
你是不是有你心有淡薄心理？怪怪哦，你哪里怪怪。讲家己做的啊？无，这家己做哦，这家己做。可以啊，无，可以啊。你这真买，真买，这新买，这新买。勇敢的哈，你以后要讲清楚啦。可以啊，因为你差不多吼，我家己做，我家己做，小兵呀嘛，起来呢。真明显。明显，哎搁一届哦，搁一届哦，搁一届。这就是我做的。哦。这挤花带吼，都是安尼，我慢慢安尼甲剪开。你家己种的，新米新米。你家试看，真正，真正家己做的。我真正会晓煮咖啡，佮家己做甜点。哎，你我介意的。你介？好，安尼我食便当。我嘛爱食甜甜，你爱食甜甜哦？食甜甜食。那时候我食甜甜吼。谢谢啦，谢谢。这样吗？我讲不咖啡，我不咖啡嘿。我甲你讲，我已经去用书买去啊。赞吼。我甲你讲，我改但人爱食甜的。啉咖啡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改啉咖啡。改啉咖啡。伊是搭啉咖啡配便当安尼啦。冷冻啊。我今仔2个小鲜肉要来甲投票。透早的台湾，暗时的台湾，其实迄条拢真水。对，啊名爱对哦好势。这是博弈啦，可以可以。阿鲁啦，是阿鲁啦。可以阿鲁。好，来，老师音乐给我走了。来。好，哎呦，成功。弄好啊，有哦。搭配阿伯。好没？食人的物件，敢咱无投互人，哎。敢袂当呢？哎，你敢投看？来哦，来这块，拢投好没？投啦，对嘞，对嘞，对嘞，对啦，无跟你打。要一届就甲规个拢开票，还是要打开？再开啦，一届开哦，一届开算一摆啦，算一摆好，来，3一届就开咧，来，进，两，三开票，开。恁两位小姐较介意暗时的哦，是安那哈？你看人个会晓接鞋啊，哦，个会晓，因为接鞋啊，你投互伊，啊，个会晓做这，啊，你共食人物件，你好意思无投互人？安尼哦，去食，人我较老实啦，歹势啦。啊，你那投透早的？两个拢好啦，因为无共的主题，无共的时间，无共的美感。我感觉两个拢足赞的，我就投伊啊。我甲你讲啦，阮节目无迄个平手的啦，是你死无就是伊亡啦，哎啦，伊两个拼一个输赢。啊，所以今晚要因为今仔日吼有通告费嘛，因输的有差度啊，输的通告费爱交出来。全部伊。系啊。哎呀，今摆咖啡衫嘛，阮阁有第7个人。虾人啊！现场有一个第7个人。虾米人？我凊彩选一个，伊到像迄个人就是今仔日的冠军。哦。上面食便当，上面食便当。志豪，你家己抓手哦。食便当。这两个拢你的菜哦。你通解，歹人交互你做。好，安尼志豪，你甲试咧，到底透早的还是暗时的？来。这是虾米啊？来，算到3、4，到底志豪投互谁？到底是虾米啊7、2、3。我甲你讲啦，伊看毋是你的作品，是你的面啦，你是伊的菜啦，便当好食啦。感谢两位，两位谢谢，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，两个拢足赞拢足赞的，拢足赞。啊，这柠檬塔嘛足好食的，真正好食，真正是。好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介意海导览先生，欢迎去台去台 YT 频道，啊，咱即马有家己的官方 line 哦，要加咧，后一来相会，拜拜。再会。帅气的标题，帅气的标题，赢了！瓦力，帅气的标题，帅气。
安尼会当改造了。会使，非常大啦。